永東巴士啟德體育園站已經正式投入服務，但係點樣最快揾到我哋永東嘅服務櫃台？小編帶你行一次，喺港鐵宋皇臺站 D 出口出嚟，向右前行，再轉左，往北一區啟德體藝館方向行，行到啟德零售館向右轉，就會見到主場館。繼續前行見到 F 閘。向左沿住主場館行到 H 閘口，左手邊會見到一個白色建築，沿住跨境直通巴士嘅標示行，呢度就係跨境巴士、旅遊巴上落客區嘅入口，搭扶手電梯落 G 層，就到永東服務台。喺港鐵啟德站 D 出口出嚟，沿住啟德體藝館嘅標示行。行到北三區轉左，繼續直行，見到 F 閘後，沿住行到 H 閘口，同樣可以揾到我哋嘅服務櫃台。你可以喺候車廳等候，班車到達時，我哋嘅服務人員會指引你上車。啟德體育園每日都有固定班次往返深圳灣口岸，仲有14條路線直達大灣區各城市。每逢演唱會散場，更有特別班次到深圳皇崗、深圳等大灣區各城市。無論你住喺香港定係大灣區，搭乘永東巴士，輕鬆體驗大灣區生活圈嘅便利。